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。现在请大家先安静下来，想象一个场景：夜深了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家里的灯都关了。你躺在床上，感觉呼吸平稳，身体正进入一种休息的状态。你以为这是一天中最安全的时刻，但身为一名在门诊看过无数病例的医生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令人背脊发凉的真相：就在你熟睡，以为全身都在修复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可能正因为缺乏能量，被迫在黑暗中悄悄地拆解你的肌肉。这不是在吓唬你，这是一个生理上的现实。如果你现在因为觉得无趣而关掉这支影片，我也许救不了你的肌肉，但我必须诚实地提醒你，如果你忽视这个深夜里的警讯，5年后的你可能连走下楼梯去买份报纸都会感到害怕。那种腿软的感觉，那种对自己身体失去控制的恐惧，会像阴影一样笼罩你的晚年。你可能会发现，曾经轻而易举的动作，现在却变得举步维艰，甚至一个不小心的绊倒，就会让你后半生都要依赖他人的照顾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探讨的关键问题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明明每天都有吃饭、睡觉起来，反而觉得身体越来越虚弱？为什么你的力气正在一点一滴的流失，而你却浑然不知？我不会在这里给你什么神奇的药丸，但我会告诉你如何阻止这场深夜里的肌肉掠夺。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以便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这段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听完刚才的警讯，大家先别慌张，请放松心情。身为医生，我的职责不只是提出问题，更要带你看清问题的本质。我们来简单聊聊身体的运作逻辑。你可以把我们体内的血液想象成在道路上奔驰的货车，而这些货车最重要的物资之一，就是从蛋白质分解出来的氨基酸。当我们在白天进食时，血液里充满了氨基酸，这时血管这条马路通畅，肌肉就像是路边的大型仓库，随时接收物资来维护自己。但是当你进入长达7、8个小时的睡眠时，你停止了进食，这时血液里的氨基酸浓度会下降。为了维持心脏、大脑等重要器官的运作，身体会启动一个应急机制，它会去仓库，也就是你的肌肉里，把存好的物资拆出来用。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，并不可怕。但在年轻时，我们白天补回来的速度很快。然而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这条维修马路老化了，仓库的修复速度变慢了。这就是医学上常说的肌少症的源头。请记住，这不是什么绝症，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，你的后勤补给需要调整了。我们不需要过度恐惧，只需要用正确的知识来应对。朋友们，我们必须面对现实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今天你掉了几颗肌肉，而在于10年后你的生活品质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在台湾，我看到太多长辈因为肌肉流失，生活开始出线断层。原本可以轻松上2楼神明厅上香，现在却必须双手紧紧扶着扶手，一步一停。原本喜欢去传统式场挑挑选选，现在走不到10分钟就觉得腿酸，必须找地方坐。最危险的地方，往往就在你最熟悉的家里浴室。当你的大腿肌肉失去支撑力，踏出浴缸的那一刻，那种突如其来的软脚，往往就是悲剧的开始。这个时候你感到的不只是痛，
更多的是一种不敢，不敢出门远行，不敢抱孙子，不敢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的活动。这种对失能的恐惧，才是对晚年幸福最大的威胁。你可能会觉得，那我是不是要去买很多昂贵的补品？是不是要吃那些电视广告打得很凶的营养粉？好消息是，你完全不需要这些花大钱的补品，大自然已经把最好的解药准备好了，就在我们每天都会见到的食材里。关键不在于你花了多少钱，而在于你是否理解身体的需求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不是昂贵的药方，而是3条简单确疾其有效的黄金原则。在告诉大家具体要吃什么之前，我们先来建立正确的逻辑。很多长辈告诉我，医生，人家说睡前吃东西会胖，还会消化不良，这样好吗？这就是我们要打破的第一个迷思。只要吃对了，睡前的这一口反而是你肌肉的守护神。第一个原则是不吃饱，只吃刚好。我们不是要吃一顿大餐，那会增加肠胃负担，影响睡眠。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份小小的补给，让身体在深夜不需要去拆解肌肉。第二个原则是时间。我建议在睡前约30到60分钟进食，这个时间点刚刚好，能让营养在进入深层睡眠前就开始在血液中巡航。第3个原则也是最专业的一个选择，慢消化且高氨基酸的食物。为什么要慢消化？因为我们要的是一种长效释放的效果，就像是给身体装一个点滴瓶，慢慢的在深夜提供养分，而不是像糖果一样瞬间升糖。很多人担心宵夜一定会胖，其实不然。当你摄取的是高品质的蛋白质，这些热量大多会被用来修补组织，而不是堆积成脂肪。这就是我经常在台湾门诊中针对那些体力下滑、走路不稳的长辈最常给出的建议。只要掌握这3个原则，你就能把睡觉时间从消耗期变成修复期。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病人的故事。他叫林国安，今年68岁，住在新北市。国安大哥年轻时在工厂当技术员，体格一直很壮。他从不觉得自己会跟虚弱扯上关系，但退休几年后，他发现情况不对了。有一天半夜，他起床上厕所，回房时在楼梯间突然感觉腿一软，整个人跌坐下来，幸好没受重伤，但这件事吓坏了他的太太。国安大哥跟我说，那一跤之后，他变得很没自信，甚至连小孙子跑过来要他抱，他都下意识地往后退，因为他怕自己站不稳。他的太太非常担心，买了很多补药，但他吃了一阵子，也没见起色。来到我的门诊时，他显得很沮丧。我检查后发现，他的问题就在于长期的肌肉流失。我没有给他开什么昂贵的处方笺，我只是告诉他，国安大哥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改变一个小习惯，从今晚开始，睡前照我说的吃一点东西。他半信半疑地回去了。3个月后，他走进诊间的脚步明显轻盈许多。他笑着跟我说，现在他敢抱孙子了，去市场帮太太提重物，也不再觉得腿软。这个小小的改变，不仅仅是修复了他的肌肉，更重要的是找回了他身为男人的尊严与家人的安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正确的习惯力量大于任何药物。听完国安大哥的故事，你们一定很好奇，他到底吃了什么？现在我就要揭晓这3种食物的清单。我们从第3名开始说起。第3名是大家最熟悉的鸡蛋。鸡蛋被誉为全营养食物，它含有最完美的蛋白质结构，特别是其中的白氨酸 leucine， 它是启动肌肉合成的开关。
对长辈来说，蛋黄里的营养也是保护眼睛跟大脑的好帮手。怎么吃最适合台湾人的习惯呢？我最推荐茶叶蛋或是简单的水煮蛋。1颗茶叶蛋大约含有7克的蛋白质，睡前吃1颗，不仅有饱足感，还能提供长达数小时的氨基酸供应。如果你担心胆固醇，最新的研究已经证明，适量摄取鸡蛋对血中胆固醇影响极小，请放心食用。接下来是第2名，无糖优格或牛奶。为什么优格与牛奶排这么前面？因为它们含有一种特别的蛋白质，叫做酪蛋白 casein。酪蛋白跟一般的乳清蛋白不同，它在胃里会形成一种像凝胶一样的物质，消化速度非常慢。这意味着当你在睡觉时，酪蛋白会像是一台定速巡航的公油车，慢慢的稳定的释放氨基酸到你的血液里，持续时间可长达6到8小时。这简直是为了对抗深夜肌肉拆解而量身打造的食物。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，喝牛奶会拉肚子，那我强烈建议你选择无糖优格。优格在发酵过程中，乳糖已经被细菌分解，而且丰富的益生菌还能帮助肠胃健康。请记得一定要选无糖的，因为糖分会导致发炎与肥胖，反而破坏了我们的初衷。如果觉得优格太冰，可以先拿出来退冰一下再吃。这2种食物在台湾的便利商店随处可买，非常方便。最后，我要公布这份名单中的第1名，这是一项经常被长辈忽略，但其效果却令人惊艳的食物——鲑鱼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睡前吃鱼会不会太重口味？其实我们需要的只是一小块大约手掌心大小的鲑鱼汁。所以夺冠是因为它不仅提供高品质的蛋白质，更含有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。Omega-3 是最强大的天然抗发炎物质。大家要知道，老年的肌肉流失往往伴随着身体的慢性发炎。发炎就像是身体里的微小火苗，会加速组织的崩解。鲑鱼里的鱼油能帮你把火熄灭，让肌肉修复的环境变得更理想。更神奇的是，研究发现 Omega-3 能提高肌肉对氨基酸的利用率。也就是说，同样吃进蛋白质，有 Omega-3 的帮助，你的身体能更有效地把它片成肌肉，而不是片成废物排出。我常跟病人说，这不是要你吃多，而是要你吃对，时间与品质。睡前吃一小块气炸或清蒸的鲑鱼，不仅能保护心血管，还能让你隔天醒来时感觉双腿更有力量。这是科学给我们的礼物，也是让你在晚年保持强健的终极秘密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医生，这些食物听起来很好，但我每天哪有时间准备？这就是我要教大家的台湾式智慧。在台湾，我们非常幸运，便利商店密度世界第一。如果你真的不想下厨去7到11或全家买1颗茶叶蛋、1瓶无糖浓豆浆或1盒无糖优格，这就是完美的睡前组合。如果你选择鲑鱼，可以在晚餐时多煎1片，留下1小块冷藏，睡前稍微加热即可。这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技巧，只需要一点点心意。但我也要提醒大家，这套方法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每天执行。如果你的身体感觉很饱，或是当天晚餐吃得很丰富，且时间较晚，那你就不需要强迫自己再吃。最重要的一点是倾听你身体的声音。如果你的体力正在下降，如果你感觉走路偏慢，
那就从今天晚上开始试试看。这些小小的食物虽然看起来不起眼，但它们累积起来的力量会在你未来的每一步路中展现出来。不要让忙碌或懒惰成为你失去健康的借口。各位朋友，聊了这么多，最后我想跟你们分享一句心里话。我们追求健康，追求肌肉，并不是为了要活到100岁，也不是为了要在运动场上跑。迎年轻人，我们这么努力的吃，正确的保养，是为了那份珍贵的自由。什么是自由？自由就是当你想去旅游时，你的腿能带你去任何地方。自由就是当孙子跑向你时，你能稳稳地将他抱起，感受那份天伦之乐。肌肉其实就是你晚年生活的尊严与底气，它保护你的关节，支撑你的骨骼，让你不必在晚年时只能坐在轮椅上，透过窗互看世界。所以今晚睡觉前，请为自己做一件好事，为了你的未来，也为了不让深爱你的家人担心，请开始执行这套简单的饮食计划。健康不是一触可及，而是由无数个正确的今晚累积而成的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番话对你有启发，请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最重要的亲友。我是你们的医生朋友，祝福每一位长辈都能走得稳，活得好。我们下次见。